首先咧，用豆奶嚟倒入大碗度，加入1湯匙嘅醋，用發蛋器咧嚟打呢啲材料。喺打嘅過程咧，要慢慢加沙律油啦。而呢個發蛋器要不停咁打，直至到佢變為乳化狀態。要分幾次落嘅沙律油。一段時間之後呢個沙律醬就出現咗乳化狀態啦。同時呢，我哋可以加入鍾意嘅口味。今次呢，我哋準備咗醋啦、海鹽啦、黑糖啦，同埋印度香料，仲有咖喱粉。每組呢，就按自己嘅口味加入調味料啦。由於你味道唔夠突出喎，我哋將剩低嘅材料咧放埋落去，咁要繼續咁攪拌啦。而嗰啲顏色咧好明顯嘅有唔同啦，呢啲就係我哋嘅成果啦。同時咧，綠匯學院咧為我哋準備咗一個有機嘅沙律菜，我哋喺農場嗰度摘出嚟即時做㗎。我哋嘅午膳呢，就用咗自製嘅沙律醬啦，配合有機嘅沙律菜。次呢，我哋非常享受低碳嘅飲食過程，同時呢對可持續發展有進一步嘅認識。